个140元哦。大头牌。龙眼，这道光，哦。这条伊流最爱吗？还帮忙呢。要看家。哎，不是，刚刚点家。这不是，这个，对，我，啊，那来，哎，看的这个样子。我没有穿裤子。哇，几副过来。还是到底要购吗？我零件先拼一下，等下个又拢变啊。所以讲，咱像迄条时吼，是阮兜吼，阮常常阮爸爸，伊阵阮兜厝里后拄着啥物代志时阵吼，拢像这条，嘿啦。啊，咱顶下还姓氏第2条吼，咱就迄个311节，你若欠过这4毛吼，啊，迄咱有讲迄是，我毋知是伊写还是伊编的啦吼，迄是 Margaret Gold 迄个，迄是迄怎？伊去台湾的传教士，啊伊是哪里？是高，我袂当 make sure 是高中跟还是啥物传教士，啊伊的一个查某囝吼，迄个大姑娘啦吼，迄阵台南新阿姨，啊个新阿平伊做护士，啊因住伫因的厝住伫12日头出去遐做点5钟的所在。我就去因兜呢，
我有去，有一个孙仔，我真临时个名袂记，足够写迄个囡仔故事的册，足出名的。是伊目睭无啥看去的，你歹看嘿，因为阮去找的时嘛真侪回啦吼，伊在遐时阵，伊的迄个册拢有出版的。用寄送阮一寡册，拢有签名，阮兜有一寡，种拢去伫阮兜。迄个月迄个所在有一个阮教迄阵讨论都是阮教的吼，去月遐，去探访因，若期待去了个礼拜啦，去就迄过，迄摆时阵了个礼拜，了，拢去拍了个礼拜，迄个下晡，我的小弟。伊个遐个湖，过星期啊，嘿，安尼啊。所以这马个迄个姑娘，是，我讲迄个姑娘，迄阵是唐教师做护士，我是阮老爸迄阵迄个实验院的老师啦。我讲话足大声，你是作词啦？伊作词啦。马个迄是迄老伙，你敢是有一个查某囝？各位在平安。平安。咱这是要咧拜前，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准备来先。阮个人天父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阮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你。天父上帝，阮伫过去已经7、8个月时间，阮大日拢有你着最看个保守，阮有平安来过日子。天父上帝，阮大日行遐烦恼中间，阮有主了看个保守，总是阮也相信，阮常常也会互囝兄也是遮个怀疑，互阮依靠来影响阮，控制阮生活。点彩，阮伫阮的惊惶中，阮也受着恶魔叫试探。点彩有个人会来讲怀疑，这病情，敢是主你做正的，主啊，求你赦免阮，赦免阮的愚妄，阮知。这瘟疫也毋是你做正的，因为上帝遮尔疼世间人，又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世间，也互囝人信伊的人过沉沦，会当得到永远。主啊，阮需要用你认阮的罪，恳求主大大来赦免阮一切的罪过，如去来拍击阮的。伫阮的生命中，所有遮个惊吓的关系，主要帮助阮会当会记得，圣经所教示的，踮伫至悬的所在，伊是我得上的所在，是我的上帝，我是我可的。主啊，求你将你的信心伫阮中间，互阮上个地点，带领平安敬拜。祈祷到位，做了欢喜，求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唱新的歌，全地拢着用耶和华唱歌，着用耶和华唱歌，祝声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咱做个吟诗，或者上帝圣诗2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新的革命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改变。你的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乃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来三亲像是讲，你要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个了解是全律法甲圣经的全根头。我用新的改变活你。就是你的三听，亲像我来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将来袂得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听这。来用启用文15篇，第4篇来15篇，做来启用。启文15篇，上帝啊，伫世间有人何乐得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你若有体气的，拢袂受困你。罪恶较赢我，如果阮的过失，你拢袂赦免。你所竞选，互伊称困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就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你愿好地好好愿合伊，互伊敬佩。上帝河伊的水满满。你安尼避办好地，就是世人避办无福。你管握残横，满伊的高手边伊的灵。落好的雨水，互土地软软，其中所发生的，你就会数哦。
你用你的稳定做年冬的免流，你用的用的地伫旷野的草坡，刷草用欢喜最讨来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角用五角做满来扛。你用空气之下来练习。来，接下来看今仔日圣经在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节到22节，马太福音22第15节到22节。迄时，法利赛人去参详，看通怎样，就伊的话来斗伊，就找印下先甲希律党就问伊，讲：先生啊，阮知你是真实，搁用真实将上帝的路教示人，你也无掠什么人最要紧，因为你无看人的外貌。纳税乎该撒下比啊无，你拍算怎样？请甲阮讲。耶稣知因的歹，就讲：假好的人啊，啥事试我？用纳税的银仔互我看，因就摕一个银仔互伊。耶稣甲因讲：这个上较好是治罪。甲伊讲该撒，伊就甲因讲：安尼恁就将该撒的物纳互该撒，将上帝的物纳互上帝。因听去就奇怪，离开伊去。太福音22章15节，法利赛人出去彼此商量，商议要怎样从耶稣的话找把柄来陷害他。他们差派自己的徒弟，会同虚利党徒去见耶稣，问他：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不管人怎么想，你总是忠实的把上帝的道教导人，因为你不看情面。请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向罗马皇帝凯撒纳税是否违背我们的法律呢？耶稣知道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想陷害我？拿一个纳税用的银币给我看吧。他们给他一个银币。耶稣问他们：这上面的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回答：是凯撒的。于是耶稣对他们说：那么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他们听见这话，十分惊讶，就离开他走了。感谢上帝是我们的话，咱继续讲以我书所咱记得的来源正德。咱做来祈祷。主，天堂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会通搁一摆进入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也看见伫无共款的国家所在，疫情的情景真无共款，有诶受着控制，有诶还搁伫咧真严重的疾病的下面。阮恳求主你有恩典，甲所有诶人三甲伫地，也互阮透过自我的防疫，尊重别人，也保护家己，会通互即个疫情伫逐个努力的下面来得到控制。伫即几工的天气凉爽，昨暝真意外，也着好的雨。阮感谢你怜悯，看顾阮即个土地的需要。阮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徛起伫，无论是伫加州、伫美国，还是伫全世界的人。主，阮也要为着就牧师因的家庭，你赏赐因一个新的生命伫因的中间，阮来献上感谢。因今仔日无法度甲阮做伙做礼拜，求主你来看顾因，无论因出因入，拢有主你的保守。也为着平平节伫22号要倒转去伫台湾2个月的时间，求主你保守伊，无论伫即个quarantine的即个期间，或者是伫台湾的生活出入，拢有主你特别的恩典。
也将阮兄弟姊妹中间身体欠安的心灵软弱的拢交托伫你手中，因为你是阮唯一的主，唯一的倚靠。愿就倚靠你，才会当赢过阮心内的惊吓。愿将今仔日个礼拜中间交托伫手中，祝你亲自甲阮三合之地，互阮会通真正明白你的教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上帝归乎上帝啦，吼，即句话也是讲即段的经文，其实咱应该拢真熟吼，咱伫教会的成长的中间，时常拢听到即句话吼。伫无偌久之前，我的Facebook 顶悬有因为台湾一寡将官最近讲的话，也有引起一寡讨论啦吼。然后我伫我心中间有甲咱三个分享，有一个简称叫做台教会的发表记者会，就讲即款的人吼，咱无需要搁一个月互伊要甲20万台票的即个退休金啦吼，等等遮个代志，然后就有人跳出来，就咧讲，阮五万教会拢莫讲政治啦吼。即句话其实互我伫咧准备即个拜讲道中间，搁一摆来思考啦。咱真侪时阵有人会安尼甲咱讲，基督徒吼毋通讲政治啦。但是我等下会甲咱来分享，什么叫做宗教，也是信仰，什么叫做政治，咱对安尼概念开始来引即摆今仔耶稣基督所咧讲的代志。那照今仔日的经文的主题，耶稣是摕迄个罗马的钱。但是我即摆摕的即个是犹太人伫罗马时代伫圣殿内底奉献的铜钱啊。你注意来听吼，我已经讲两种无共款的钱啊吼。为什么今仔日的经文，也是讲当初时耶稣甲这法利赛人咧交往的中间会发生即种的代志，会去讲出该撒的归该撒，上帝归上帝，伊有伊真重要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宗教背景，你主要看耶稣有咧讲政治无？有吼，因为你咧讲正人的代志的时阵，你袂当无讲政治，因为政治，比如讲，咱知影最近中共对即个基督教教会，甚至毋是干那基督教教会尔，有真侪其他民间宗教真传统，咱讲中国的传统宗教，迄边仔伊拢甲毁掉啊。宗教袂当脱离政治啊，因为咱喘气拢政治拢管会着，对毋对？有对毋对？你要刮喙炎无？这政治咧决定的，毋是宗教咧决定的，对毋对？所以真侪时阵，咱无法度甲这物件分开，但是咱要爱来思考是讲，正着安尼，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对伫社会，耶稣咧甲咱讲的看法是啥物货？当初时的铜钱啊，是讲通行的钱，毋是干那两种尔尔。大希律还有发现伊家己的钱啊？为什么要发现伊家己的钱？迄阵啊，无有迄种中央银行的概念啦。我统管即块土地，我发现我的钱，为什么？扣税扣我的，所以伫当初时其实伫迄个钱顶悬来讲，钱币顶悬。配率顶悬吼，币值的迄个汇率，也是讲迄种无共款的钱有介济啦吼。其实即摆咱全世界嘛介济无共款的钱的制度吼，咱大家知影。该撒阿古士都伊有家己的铜像，伊有家己的钱，这是耶稣今仔日叫法利赛人摕互伊看的物件啦吼。所以即段的经文咱拢真熟，法利赛人因出伫歹意思，吼。所以因伫遐，你注意甲看今仔日经文吼，我感觉有一寡互咱提醒的物件。因安怎甲耶稣讲？伊讲先生啊，阮知你是真实，佮用真实将上帝的路教示人，吼。听起来像咧学咧，我用中文读你听啦吼。伊讲吼，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不管怎么想，你总是忠实的把上帝的道教导人。听起来是学了对无？其实是咧教咱
放一个陷阱伫遐要甲害啦吼。所以吼，你毋通听到讲，啊，比如讲今仔日牧师无伫个，咱聘请一个其他牧师来，啊，礼拜三你来讲，牧师你讲了真好诶，你毋通安尼甲讲，牧师袂爱听安尼啊。你爱甲伊讲吼，我伫倒位得到帮助，得到提醒，讲了真好诶，啊，到底有倒位好，对你有帮助无？迄较重要啦。但是看你世人对耶稣诶教示吼，打算客，伊毋是介意客耶稣咧教示啥物，伊只不过用这出伫歹意，要来甲耶稣试探。所以我伫世人基本上是一群假冒为善、假做真虔诚的人，因想要借着耶稣，也是讲借着耶稣的教示，借着一寡问题来陷害啦吼，来挑战耶稣。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互咱来看见、思考着罗马帝国即个纳税的问题。其实纳税的问题是今仔即段经文吼，伫福音书有足侪甲纳税有关系的代志。我连咪小可甲几个角度来甲大家三角讲啦吼。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即句话是名言，讲该撒的归互该撒，上帝。台语是讲纳互上帝啦吼，归互上帝吼，中文是讲归给上帝吼，归给。所以，即个该撒的归该撒，上帝归上帝。我拄则咧讲迄个伫 Facebook 人甲我回应，伊讲吼，毋茫教会吼，莫去讲政治的代志，这是一个真严重的错误的引用啦吼。其实耶稣并无讲迄个该撒的归该撒吼，啊，咱莫去讲该撒的代志无。伊是讲你即两项代志拢爱做，该撒的归该撒，上帝归互上帝，这是毋是 either or， 是 and。你两个代志拢爱做的代志，毋是讲甲切两开，教会来管家己的代志吼。其实毋是安尼。有真侪人用一句话咧讲教会，也是基督徒袂当讲政治的时阵，伊感觉讲你若管政治吼，就是无属灵啦。哦，无虔诚啦吼，啊是即句话基本上安尼引用是足大的错误吼。耶稣基督真正的教导是啥物货？到底教会是啥物货？政治是啥物货？这是咱今仔日需要先来思考的一个前提吼，一个前提。好，咱前礼拜有讲到即个真侪人讲即摆世界宗教遮尔济啊吼，用罗马咧讲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逐个宗教拢会当得救吼。这当然是异端啦、错误啦吼。但是要用安尼概念来甲咱来讲，就是讲，嘛因为安尼真通讲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信仰，吼。牧师真肯定要来讲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信仰。但是我要看即个信仰，毋是宗教信仰。是伊家己所相信的物件，你家己绝对有家己的信仰，吼，无论你有相信上帝无，还是有相信佛无，还是你是所谓的无神主义，你拢有家己的信仰伫咧，吼，这个概念来讲啊，吼，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信仰，可能大家无认同，因为有人讲，拄则我讲的吼，无共款的宗教啦，也是讲迄个无神主义的人啦，吼。无神论的人啊，吼，等等的，咱来看啦，吼，伫即个 Wikipedia， 维基百科伊的对宗教的解说啦，吼，伊讲是人甲上帝，还讲即个咱讲神明即中间，也是讲超自然的遮的物件，即中间的一个啥物媒介，吼，一个媒介，吼，一个媒介，意思是讲。人甲遮个超越人的物件，咱咧讲灵界也好啊，等等遮一种的媒介，包括个人的行为，就是讲甲生活有关系啦，吼，意思是安尼吼。透过一寡仪式、价值观等等遮个来做遮个物件，吼，所以人甲正人的代志，吼，宗教本身是安尼吼，社会团体等等的形式，吼。所以人是真重要的元素，吼，人甲
迄个生命的中间吼。宗教伊用迄个人类学家的话安尼来讲吼，是讲会通讲是一种人文科学中间包括全部的生存之道啦。啥物叫包括全部？比如讲，咱举例来讲，若民间宗教吼，今仔日要开车出去，好也毋好，啊，着爱两种可能性会当做，一种是黄道吉迄个黄历的图啊，摕来看，今仔日是凶还是吉？诸事皆宜，还是诸事皆不宜？啊，无就爱跋杯。吼，这民间宗教做法，什物代志拢会当安尼做啦。含你的囡仔，我有朋友吼，阿老某拢读啊博士吼，啊囡仔生落来吼，去互迄个相命先，安那好命啦。啊相命先学历啥物货，我想咱拢知影。博士呢，无一定啦吼，伊着啥物生活拢会当甲这有关系啦吼。这是一般传统的宗教。拄则牧师咧讲无神论的人，伊有伊家己的信仰，伊的信仰是啥？我相信这个世界无神明，伊有家己的相信伫咧，伊真坚持，伊的无有上帝、人做主体即种的信仰，是伊无法度摕掉的偶像。你注意来看哦，伊无法度摕掉的偶像。甚至你若讲伊破病，爱着无法度啊，佮有人去甲替伊祈祷，医生讲无法度的时阵，伊得到以后，伊嘛讲无上帝，这自然的代志，吼。伊有伊家己的信仰，吼，伊认为所有的生命拢是人创造出来，这世间只有人来定。伫集权统治的人民内底，因有家己的信仰，啥物信仰？政治。政治是安怎？是安怎？伫中共伊要来甲遮个礼拜堂、庙寺、佛像拢总毁掉，因为遐个物件会取代着因对政治领袖的安怎崇拜地位，所以因要爱因来敬拜比如讲，咱讲啥物人？圣经内底有但以理对无？但以理因受了后，伊毋是用一个皇帝的像吗？你若是尊敬这个皇帝，你就爱伊落拜，这叫做集权中间的迄个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所以政治者咧教育因讲啥物货爱会通相信，啥物人你爱去拜这个是伫咱咧讲集权统治中间的人民啦这过去咱拢知影咱逐世纪拢有即种像。去遐有我看介济特别是民间宗教的人经过遐就甲敬意一下，较离开。咱莫讲这啦，含迄落我迄阵伫鹿港教会咧牧会的时阵有迄民间宗教经过教会就外头乌干身边因为安那，伊就对礼拜堂安尼敬意一下，佮手举起来安尼因为我毋是因偶像，希特勒咧，你若看到希特勒手无举安尼你连面就敬掠伊安尼。这是政治人物的崇拜，伫集权的内底。你看后壁遐个查某囡仔，看到伊拢哭甲安尼足感动的安尼。这是咱知影中共伫前一阵甲十字架下边放两张图啦习近平想要甲毛泽东同款的地位安尼啦好，咱进入伫政治政治到底是啥物物？伫人类的社会学来讲，政治是人伫社会生存中间一个真重要的现象。意思讲，简单来讲，政治叫做正人的代志。要管正人的代志，啥物叫政治？今仔日咱的油要起价无？政府爱稳准嘛。虽然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咱有机会伫迄个高速公路边行，你会发现讲高速公路边的加油站通常拢较贵，观光地区的佫较贵，佫观光地区佫较贵，迄自由市场，但是这嘛爱政治来稳准。包括加州的油的税金是比北州佫较贵，比如咱即摆食可能你去 Costco 加一加仑3箍几，阮囝伫点位遐减咱1箍，印第安人减要咱2箍，因为咱税金加起来，这甲政治有关系，这甲政治绝对有关系。是正人的代志是正当的代志，
所以社会现象非常复杂，所以爱用政治的手段，用民主的制度来去管理，无包括足侪啦文化啦、语言啦、科学啦，比如讲咱的疫苗要发展出来，你讲迄甲科学家有关的，歹势甲政治有关的。疫苗当时要出来，甲政治拢有关的吼。政治的内涵是针对这个社会一直咧变化，即中间嘛一直咧变化，当然有足侪的争论啦，无共款的政党啦，啊无共款的想法啦，有足侪的论争伫迄个内底，但是脱袂开人的生活吼。我想即个甲咱，互咱知影，既然宗教嘛是咧管正人的代志，政治搁较是即摆政治是跨宗教的。所以，逐个宗教拢伊咧管，咱无法度无去关心着即个部分吼。过来，伫圣经中间今仔日讲到纳税概念啦吼。咱知影伫耶稣基督的时代的迄个统治者是罗马政府，所以基本上这被统治者就有纳税的义务，吼，有纳税的义务。咱所知影的一个抽象的，咱讲税率啦吼，抽象的，个下啊撒该，伊讲我若有骗人吼，要限人几倍，足好趁的，伊要限人4倍呢。意思是讲，古早的即个税务制度吼是安尼啦，毋是讲中央政府也是讲联邦政府规定。即部分归伫联邦，即部分归伫州的，大概几趴，大家去公道，迄落如何去规定无毋是安尼。比如讲，耶稣出世的时阵发生一个代志，叫做报户口做批甲。为什么？就是希律王要来巴结罗马皇帝，讲好，我即摆要统计人员吼，我有偌济人，我要缴偌济税互你，用安尼做凭据啦。所以有足侪人。迄个2020做伊拄结束的迄个 census 吼，无啥敢做，迄做是毋是咧甲我做抽税的即个军体安尼吼？咱有迄种概念吼，迄种印象。所以罗马政府用即种人口的统计了后，去讲好，即个城我大概要收10万美金，撒解出来，甲其他的扣税就伫遐讲吼，咱来标。咱来标，好10万美金，就开始趁安尼。有人趁12万，有人趁10几万，可能撒解较有钱，讲我用20万，我标落来，你拢莫甲我去知影，我说我无人有我的法度。但是伊拢总甲以色列百姓收偌济，上届无4倍嘛，咱听伊讲的吼，80万，安尼概念，我毋知咱有了解无？当初时的扣税的制度是安尼来，所以。以色列人对这个扣税的抽象的安怎，切到要害，毋但是讲因吃里扒外欺负以色列人，去巴结罗马政府尔，佮欺负家己的人，这是因当初时，所以犹太人对这扣税的人吼，足无好感吼，足无好感，所以咱大概知影因有这个背景啦吼，我一个一个来甲咱讲啦吼。当然，每一个统治者、政府，伊拢爱借着扣税来，互伊的政府体制来营运。伫古早嘛安尼，皇帝的需要、军队的需要，拢对扣税来吼，这咱知影吼。所以咱看着讲古早有遮个钱、铜钱啊，有该杀的吼，这该杀的。阿古士多的，咱拄则讲着这个有该杀的，这个是迄个希律的吼，这个是。要缴钱的吼，要缴互即个就是，意思是讲耶稣甲法利赛人咧讲话中间，因所摕出来，可能是即2个钱啦，吼，可能是即2个钱。以色列人真毋甘心纳税互罗马政府，当然无人愿意嘛吼。咱若讲有一个政府讲吼，我若做总统，拢总免税，咱绝对拢出投互伊，迄个毋是安尼吼。足侪人拢无爱纳税啊吼，但是你会知影政府要营运要安怎来？所以因为安尼的背景、安尼的缘故，扣税伫以色列人的心肝内底，认为因是罪人啦。因是欺负以色列上帝的选民，去纳税互对敌，
搁较严重对宗教观念来讲，罗马政府是啥外邦呢？吼，所以因感觉讲伊是罪人啦吼。所以咱会看道教福音19章，我拄则讲到即个吼，即个扣税吼，撒该伊真有钱，咱注意来看吼，爱想要看耶稣。然后耶稣甲讲吼，你落来，我今要带恁兜。其他人讲啦，即个人竟然去罪人的厝里做人客，吼，这真清楚。伫以色列百姓的眼中来讲，这是罪人啊。意思就是讲，纳税互罗马政府对因来讲是毋对的代志。好，即摆搁另外一个背景，为什么当初是有遐尼济无共款的钱吼？有该杀阿古士多的，有即希律的吼。拄开始的时，我用一张图讲，迄是犹太人伫圣殿内底奉献的钱，无共款的吼。以色列人无爱用罗马政府的铜钱放伫教会内面，你听无？以色列人无爱用罗马政府的铜钱放伫圣殿内底做奉献，所以因家己有因家己的钱咧流通，特别是伫圣殿内底。所以因去到伫圣殿的时阵，比如讲，今仔日咱礼拜堂只有收台湾钱，咱拢伫外口拢用美金嘛，你来遮要安怎？我无台湾钱诶，咱着爱换钱啊。所以 exchange 的柜台吼，就有啊，就挂一块牌啊，才换吼。即摆台湾台票较悬啊，1箍去换31箍几啊吼，对无？伫遮吼，我牧师坐咧门口，歹势，牧师换钱敢无好势，我派一个人去啊，40箍才换你1箍美金，吼，我要趁钱，吼，要趁钱安尼吼，安尼来，咱来看吼。耶稣清去圣殿的代志，咱会记着无？为什么有发生这种代志？因为因伫圣殿内底利用人需要换钱去敬拜上帝，伫遐耶稣讲：恁甲这基督的殿当作贼收，意思因甲撒该共款，因无照实来甲人换，因伫遐换较侪钱，伫遐趁钱。鱼仔卖动物，人要献祭，伊卖较贵，病院附近的庙会是毋是卖较贵？因共款，从古早就安尼做吼。所以耶稣迁去即个圣殿，因为因伫遐欺负人吼。所以耶稣尾讲一句话，就将该撒的归互该撒，将上帝的物归纳互上帝。所以该撒的归互该撒，上帝归互上帝，这是真清楚的代志。咱基督徒爱纳税无？若今仔日有倒一个牧师甲你讲吼，无论啥物人当选，咱拢毋免纳税。咱可能选迄个牧师，毋是选迄个总统啊。即个牧师有犯罪无？法利赛人就是利用即点要来试探耶稣。一个宗教的领袖，你的教导真好，所以我甲你问。耶稣若讲吼，纳互该撒是应该，安尼伊得罪上帝。耶稣若讲吼，咱是上帝百姓，毋免纳互该撒，安尼安怎得罪皇帝？这是因的陷阱啦吼。所以耶稣伫遐真清楚叫因摕钱来，讲这人是这个商是啥物人的？伊讲是该撒的，当然真清楚，既然是该撒的。你就是来互该撒啦，但是耶稣后尾补一句话讲：上帝归互上帝。你两个责任拢爱担，来去负担。你爱针对政治顶悬的要求，你嘛爱负迄个伫信用顶悬上帝予咱的。所以耶稣伫遮无摄落去迄个法利赛人咧讲的吼。伊无讲你袂当纳互即个罗马皇帝，也是讲你毋免纳税了，你就免去奉献啦。伊无安尼讲吼，伊甲咱讲真清楚，即两项代志爱共款做。基督徒应该关心社会，
咱讲政治啦，基督徒更较爱关心咱的教会。顶悬的叫做该杀的归乎该杀，下面的叫做上帝归乎上帝。但是对政治来讲，政治管所有的宗教；对信仰来讲，咱是咧关心超过政治的范畴，甚至政治做袂到的，咱颠倒爱搁较侪关心。所以耶稣讲啥？我来是为着遐个破病甲有罪的人，咱十工头会记得。听阮的祈祷，感谢你的恩典，也互阮会通来伫耶稣基督所讲的即句话来得到反省甲提醒。主求你帮助阮，因为你嘛透过使徒保罗伫提摩太前书2章来考劝基督徒讲，阮着爱为着遮会君王甲在位的人祈祷。伫信仰，阮无法度脱离社会甲政治，阮更较需要更较积极来关心、来了解、来帮助。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明白你的教示，啊，毋但安尼会通更较济、更较愿意伫生活顶悬来实践你互阮的教导甲提醒。啊，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阮拄着侪的艰难的中间，继续伫遮来追求即个信仰。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施落你的恩典，也互你伫阮美国的选举的中间，你来掌权，来互阮选出一个伫你心意中间，未来一4年中间会通好好啊带领美国的领袖。哎呀，互阮会通有一个好的领导者来帮助阮，互阮伫即个。面对疫情的时阵，无论是防疫，也是即个疫苗的发展，拢有助你更较侪的稳定三个地带。阮伫你面前谦卑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感谢李牧师。这是做来吟圣诗317首，既然降贵真失望，317首人做来为上帝。Amen.
感谢咱奉献。主来感谢祈祷，听我这边上帝，我感谢你，我哋一直伫咧做照顾，也保守，让大家人，大家拢来操作，即个要来提高阮的免疫力，为着来抵抗即个病菌，特别上帝帮助阮。让他辅导了，我令阮的生命中，阮来提高阮的免疫力，会当来抵抗这个魔鬼，患伊这个 virus。要上帝，阮只有日日伊来去读圣经，来祈祷，来要灵修，来提高阮每一人的免疫力。要上帝，我感谢你。你使阮以前拢活命，又使阮有盼望，当阮得到喜乐和平安，感阮帮助阮，也我愿意将阮家己来去努力，在阮自己的生活中，那万事拢会当信靠你，咱在你的天内面，真心的服侍你，做主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阮的祈祷一切，拢是靠最后所祈祷圣名来求。阿门。感谢。请牧师来继续报告。好，咱有一寡所在有较稳定啦吼，我进前几工有互咱分享，就是有诶感觉关有几工就无即个死亡诶病例啦吼，即个洛杉矶嘛慢慢在稳定诶中间，但是咱知影有一寡国家一寡其他所在还佫真严重吼，前几工我甲校我伊诶同工咧通电话，伊就咧讲伊遐严重甲吼，迄个差不多爱待饮诶所有诶餐厅拢总倒了，因为无法度营业吼，前太久诶时间啦吼，所以咱随时爱佫保持即个警觉啦吼，有知影真侪大学生，即疫情又佫举起来吼，因为开学了后，学生伫即个疫情诶注重诶迄个比率无介悬吼，即拢会影响，所以请咱家己爱保护啦吼。好，咱的平平节要对22号凌晨吼，倒转去台湾吼，2个半月时间吼，安尼吼，咱为着伊祈祷嘛，为着自身祈祷啦，爱改一个啦，恁若有需要吼，莫怪恁之前要一个2档久啦，哎呦，我知影，OK， 好，就牧师今日甲我讲。text 讲伊今仔日无方便来聚会吼，咱恭喜因啦吼，因新妇早产吼，即马平安，但是囡仔还佫伫即个
病院吼，咱为着即个家庭，咱恭喜因也继续为因祈祷，特别为着即个早产的囡仔吼，早产囡仔毋是干那讲厝饱温产出病都无代志啊，其实早产的囡仔特别歹顾吼，咱为着因即个家庭来祈祷吼。好，我搁提醒我的手机拢关起来吼，因为我较袂受到干扰，搁我爱伫遐迄个摄影吼。好，共款咯，咱两个方式拢有用啦吼。好咱若准无方便来到教会请甲即个支票寄来伫教会吼，咱会当来做伙处理安尼吼。拜五的即个查经吼，咱下记了改做7:30吼，咱请用读即个《使徒行传》16章来准备吼。好，前礼拜出席21个人，网络查经11个人，奉献有430块后礼拜即个礼拜的资料伫遮吼牧师娘，你后礼拜聚会 OK 吗？后礼拜聚会 OK 吗？收话。OK， 有问题随时甲我讲。无问题。好，OK， 多谢。要没用就听听啦。有问题你小弟提。平常时唔知你哪食点吼。没有可以讲的。就咱做了，他今仔日的金句是4篇到19篇，第9节，你着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以耶圣山跪拜，因为咱的上帝耶和华是至圣。你着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以耶圣山跪拜，因为咱的上帝耶和华是至圣。4篇到9篇第9节。咱来唱吟上面的诗510首，然后来请李牧师讲对。上帝将伊圣神的看顾赏赐伫咱的中间，互咱伫面对疫情的中间，会通有健康，也有喜乐的心。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天地对即结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今日礼拜到这，咱会当来开咱的声音，我来甲PowerPoint 甲 Live Stream 关起来吼。哇，没天。困袂去。要无天气，你看整刚背下出来。这个没，咱嗨，平安，平安，安尼吼。无啊你我拢更会跟风。这客人这摄影机面顶去问，安尼哦。对啊，迄个林景先。安尼哦，我即摆搁用者，你看卖啊，你讲安那？明仔，明仔，哎，你孙呢？你也无出来。小等一下，我甲声音改一下。那你摄影机在地面看。后来见。我以前弄完好，来你讲。我无了解你讲的，讲咱的荧幕就伫天棚了，掉的天棚。迄个就伫天棚，麦克风啊。你讲我到这边徛的时阵吗？你去顶面徛学体，佮另外一个教会迄个荧幕，即个。安尼哦。好多拢是照天棚啦。OK。吹过大家无？你看吹着，看着。啊啦，我先去摕你顶吗？对啊。我起来顶，嘿啦。我要起来顶。好灵验啊！看得到吃不到。听嘿。后礼拜教会31周年。哦。移啊，应该没移。那我们要吃3个冰淇淋。你讲安那？第二礼拜。last Sunday。变做10月第尾仔礼拜安尼。就是 October 就对啦 ，October 啊，any Sunday in October 啊咱有啥物想法无？咱小讲一下。敢听有我的话？就是讲，咱后礼拜是教会31周年啦，看有要请大家拢总转来无啦？停留。口罩照啊。有啦，咱真快乐啦吼，咱嘛有虽然啊，嘿啊。咱绝对坐了啦，咱的人意思是除以4啊。好啦，你口罩照好啦。
口罩，因为咱是密闭空间啦，是早咧较好啦。千万唔通讲无要紧啦，就是讲加一顶封闭安尼吼，嘿。哎，迄个大众透都无咧。我要搁讲伊啊。啥物货？无啦，伊边的人离伊就较远的，迄无要紧啦，迄无要紧啦。人有医迄疗伊的相对嘿，咱有药啊通去食，咱无药啊通去食。总统会对总统啊，咱会。后壁嘛庆祝。也袂当食饭啊。其实是会啦，你只要莫 serve 啦，就是讲你若有 ready 好势，你莫当场伫遐 serve。伊较惊讲当场伫遐 serve，所以你也看一寡餐厅无就 take out， 吼，无就 dine out 安尼啦，嘿。即摆有足侪通啊 dine in 啦呢。对啊。嘿啊，所以生意足好足呢。恐怖足恐怖啊！生意好甲呢。所以校阿姨的同工咧甲我讲吼，只要会当 take out 还是等迄个啥拍掉等吼，伊讲迄个生意拢变过。啊，你若真正干那入去才会当食的，拢总倒。因为我了一寡，敢若会当食的拢 close， 啊，一间迄款，敢若咱以前咧港湾名叫做天天吼，伊个生意好啊，迄桌仔顶管摆啊，滴滴滴一包一包一包。天天好食的，天天好食。好啦，来，小牛转来者，后日白面怎吼，讲到喙脯拢流落来，啊，佫还袂解决。31冰淇淋。哦，大家分3冰淇淋。路口还佫有几若起啊哩，小美冰淇淋。31罐。要知嘛，咱嘛讲一条放纵。啊，要知你着拢转去啊，要来放。系啊，无延期哦。无啦，无去想着，即阵啊，就是感觉咧可能定安尼，无去想着啦。那你再讲放纵外笑呢？趣味咧。等你转来哦，莫走，等你转来。咱得在31周年放去年的放纵给大家看。啊？庆祝你去哦。爱关2礼拜啊，毋是家己关，叫政府关的。